威胁。好，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冷气团到第二开始，北台湾市已经来降温。这波冷空气预计会影响到拜六的透早，也毋过呢，因为这水汽有加较少，所以全台湾拢会是正大冷的天气。北部较看空的所在，可能是剩无10度，也那中南部也是爱注意早暗温差大的情形。受今年秋冬季节第一波的冷气团路南影响，为今开始到拜六透早，北部、东半部规工拢偏冷，尤其北台湾地区爱注意低温，相关时间点会落伫拜五透早，中南部时至时4时早暗冷，有将近10度左右的日夜温差。早起出外或者是暗时转来爱穿好袖。在北台湾地区，在周五清晨的时候，应该是最低温的时间点。那这段时间，北台湾的低温可能来到11度、12度左右，局部空旷地区或者是在近山区的平地，有可能会出现局部10度左右或在更低的低温。中南部地区周五、周六的清晨，辐射冷却的影响底下，也可能会出现11度左右的低温。拜日透早，玉山气象站的低温已经到零下1.3度，因看到设备顶悬隔一层白白霜。气象所表示，拜日冷气团减少会小可回温，不过为下礼拜2开始，过一波东北季风到位，气温过热。跟这一波的冷气团相比，还没有到那么强，所以我们先以东北季风提醒。不过到时候它就是一个比较湿凉的空气，在北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。虽然这礼拜冷气团是大冷形态，大部分地区拢是好天侪云，因看到日头的天气，不过日夜温差依然都要注意。日时虽然看到日头，不过若日头无照到，或者是日头落山的时阵，温度真紧就会下降，沿海地区要注意强风大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